粒粒都有身份證嘅粟米，你食過未啊？快啲嚟元記雲餃試下啦！呢位係邵亮亮，係華東大地上梨樹縣夏家村嘅人。佢大學學嘅係農業，畢業後返鄉下同父母承包咗300幾畝嘅粟米田。梨樹縣北夏家村北緯43度，正正係黃金粟米帶。植物生長要嘅陽光、溫度同埋水分，呢度嘅陽光夠晒充足，溫度亦都啱啱好，仲有獨特嘅土壤環境，黑土地非常適合粟米嘅生長。呢度種出嚟嘅粟米皮薄又冇渣，又甜又大粒。邵亮亮為咗成為元記雲餃嘅源頭供應商，帶住元記雲餃嘅技術團隊做足功夫。元記雲餃嘅要求非常之嚴格，對粟米嘅含糖量、營養成分、農藥殘留都有嚴格嘅標準。喺邊一塊田種、幾時種、幾時加工、幾時進行田間管理，佢都記得清清楚楚，全部都可以追溯到啊！北緯43度黑土地孕育嘅黃金粟米帶，就係元記雲餃美味嘅起點。從松苗平原到顧客嘅餐台，跨越超過2000公里嘅清甜同埋新鮮，令每一口都充滿黑土地嘅陽光氣息。元記雲餃以土地為界，丈量從豐收到喜悅嘅最短距離。快啲嚟試下我哋嘅粟米餃同埋粟米雲吞啦！